创世纪第5章，亚当的后代。下面是亚当的后代。上帝创造人的时，是照伊家己的款式创造。伊创造因有男有女，伫因受创造的时，赐因福气，称因做人类。亚当130岁的时，生一个囝，甲伊的形象款式真相像，甲伊号名叫赛德。亚当生赛德了后，阁活800年，这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亚当总共活930岁才死。赛德105岁的时，生伊纳斯。赛德生伊纳斯了后，还活807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赛德总共活912岁才死。伊纳斯90岁的时，生该男。伊纳斯生该男了后，还活815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伊纳斯总共活905岁才死。该男70岁的时，生马列列。该男生马列列了后，还活840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该男总共活910岁才死。马列列65岁的时，生雅列。马列列生雅列了后，还活830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马列列总共活895岁才死。雅列162岁的时，生以诺。雅列生以诺了后，还活800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雅列总共活962岁才死。以诺65岁的时，生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了后，甲上帝同行300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以诺总共活365岁。以诺甲上帝同行，上帝接伊去，人就袂当阁看到伊。马土撒拉187岁的时，生拉灭。马土撒拉生拉灭了后，还活782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马土撒拉总共活969岁才死。拉灭182岁的时，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拿阿。伊讲，这个囝要安慰咱，因为上主捌咒诅地，互咱着做工劳苦。拉灭生拿阿了后，还活595年。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。拉灭总共活777岁才死。拿阿500岁以后，有生闪、含、甲雅弗。